中秋节特别来到阿莲牛肉汤台南公园店举办头一届的送暖活动，不只受到地方民代甲公部门肯定，知名网青 AJ 哥、永康四大才子歌歌更特别响应，连演艺界的10位知名歌手演员嘛来徛台。其实不只是我所有的艺人朋友，只要今天可以来的，全部都到场。借由中秋节发礼物，这个让我们心系花莲的一些灾民。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永远有爱，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。是真那么心意，互因感觉讲，世界上咱的台湾人该有心情。提前送暖给一些比较弱势的家庭，能感受到这个温暖。用实际行动向社会传达节日的温情。这届县政府北区、中西区总共456户的家收入户，每一户会当摕到中秋月饼、含全联礼券。两区区长以颁发感谢状来表达感谢。这社会嘛，就是所有做这样帮助，是讲咱唔知啊，咱知啊，咱就会伸出援手，咱趁钱就是取之社会，回馈社会安尼。我们针对我们北区的206户的低收1/2款来发给。关注咱中西区252位咱的低收1/2款咱这弱势的朋友。阿莲牛肉汤伫台南开店一档，希望透过活动抛砖引玉，邀请更较侪在地企业团体做伙做公益。台南新闻林个杨顺怀采访报道。